Hello，大家好。嗱，喺上幾期嘅整改片出咗街之後呢，咁好多老友記都留言表示對本頻道嘅支持同埋鼓勵。咁喺呢度呢，我就先表示感謝感謝。而有一部分嘅老友亦都講過，我嘅片呢，佢基本係睇晒，可唔可以出翻啲新嘢咁啊，同埋整改片一齊做咁樣？咁我為咗咁多支持我嘅老友記，咁肯定就係可以噶啦。嗱，咁喺之後嘅整改期間呢，我就安排每3條嘅整改片之後，我就會出1條嘅新嘢，直到整改結束。如果多啲老友記支持我嘅整改工作嘅話，咁啊多啲睇我嘅片，咁整改就會愉快完成。我本人呢就希望能夠喺1個月內全部搞掂晒啦，繼續可以做翻多啲好嘅內容，咁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嘅。咁好啦，事不宜遲，呢一期嘅新內容馬上送到。歡迎嚟到越講越迷，製作唔容易，希望你為我點翻個 like 啊！點解秦始皇陵埋咗喺驪山腳下2000幾年？明明而家嘅技術呢已經能夠上天入地啦。有人話裏面全部都係水銀劇毒，一挖就會中毒。有人亦都講裏邊有1000年嘅機關，入去就係一條嘅死路。仲有人話就係技術跟唔上啦，挖得出嚟咁啲文物就係毀咗啦。嗱，我喺睇咗好多嘅資料之後，先至知道呢啲呢就全部都係表象，真正唔敢挖佢嘅真相，其實係隱藏住一個令人佩服嘅大講究。而且你睇到後邊，可能仲會顛覆你嘅認知嘅。最後我哋先嚟揭曉答案。呢期嘅節目，我哋就嚟講下秦始皇陵一直冇挖開嘅原因啦。嗱，我先喺節目嘅開頭講句實話，唔好再相信嗰啲咩技術唔得嘅講法啦。而家嘅考古技術一早就已經唔係幾十年前嘅水平啦。嗱，我哋攞遙感測量嚟講，啲專家其實一早咧已經用先進嘅設備去掃描過成個秦始皇陵地宮嘅輪廓同埋深度嘅啦，甚至裏面嘅土壤結構都已經摸得一清二楚。咁地宮就喺封土堆嘅下邊，30米深嘅地方係呈方形，邊長大概有500米。而且探測到地宮入邊係有住強烈嘅汞異常嘅，呢個亦都印證咗《史記》入邊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嘅記載。咁仲有無人機測繪、3維建模等等嘅技術。你都咪話挖皇陵啦，就算係復原成個秦代嘅都城，都唔係咩難事。咁點解技術夠硬，卻係偏偏唔敢喐秦始皇陵呢？嗱，咁我哋就先嚟講講歷史上面嘅教訓。呢件事就要從明定陵嘅挖掘講起啦。上世紀嘅50年代，郭沫若牽頭就去挖咗萬曆皇帝嘅定陵。咁當時大家咧都覺得技術係冇問題嘅，而結果悲劇就發生咗啦。定陵入邊嗰啲絲織品、書畫喺啱啱出土嘅時候咧，都仲係顏色鮮艷嘅。但係一接觸到空氣咧，瞬間就氧化咗啦，造成咗褪色、風化，咁最後就變成咗一堆嘅碎片。就連萬曆皇帝嘅龍袍亦都慢慢係變脆咗啦。而家就只能夠用特殊嘅技術去勉強咁保存。呢個都仲未算喎，因為當時保護理念係好落後，咁好多嘅文物挖咗出嚟之後咧，係根本冇地方存放嘅。咁最後損壞嘅損壞，丟失嘅丟失。咁就成為咗中國考古歷史上永遠嘅遺憾。咁自此之後呢，中國就立下咗新嘅規矩，唔主動去挖掘帝王陵墓。咁除非係遇到咗自然災害或者係咩盜墓賊破壞等等嘅特殊情況呢，咁先會進行搶救性嘅挖掘。而秦始皇陵作為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最神秘嘅帝王陵，咁自然就更加要遵守呢一個嘅規矩啦。呢個呢，就只係其中一個原因。更關鍵嘅係，原始皇陵嘅嬌氣程度係遠超我哋嘅想象嘅。嗱，我哋先講講地宮入邊嘅水銀，呢樣嘢真係唔係開玩笑嘅。史記嘅記載，秦始皇呢就係為咗令到自己嘅陵墓變成地下王國，用咗大量嘅水銀去模擬江河湖海。而且水銀唔單止能夠防腐，仲係劇毒嘅物質。啲專家檢測到地宮裏邊嘅汞含量呢，係周邊土壤嘅幾十倍，甚至係上百倍啊！一旦打開地宮，咁呢啲水銀呢就會瞬間咁揮發，形成劇毒嘅氣體啦。你都咪話啲考古人員要入去啊！
就算係周圍嘅環境都可能會受到相當嚴重嘅污染。嗱，可能有人會講咧，戴個防毒面具咪得啦。咁但係你諗下，碎銀揮發之後咧，就會滲透到土壤同埋空氣入邊，係會長期咁危害到環境嘅。而且一旦地宮嘅封閉環境被打破，咁水銀呢就會快速咁流失，唔單止破壞咗皇陵嘅原始結構啊，仲會令到裏邊嘅文物失去咗防腐嘅保護。呢個真係得不償失啦。咁再講下裏邊嘅文物，秦始皇陵入邊嘅寶貝係絕對比我哋想象中嘅仲要多好多嘅。咁齋係而家已經挖掘出嚟嘅兵馬俑就已經震驚咗全世界啦，被稱為係第8大奇蹟。而呢個就只係秦始皇陵嘅陪葬坑之一啫噃。專家推測，地宮入邊可能係埋藏住無數嘅金銀珠寶、青銅禮器、絲織品、竹簡典籍等等。呢啲文物喺地下邊已經係埋咗2000幾年啦，一直係處於一個恒溫恒濕、無氧封閉嘅環境入邊，一早就已經適應咗呢一種狀態啦。一旦打開個地宮，空氣、濕度、溫度會突然咁變化，會令到呢啲文物瞬間死亡。絲織品會風化啦，竹簡會碳化啦，青銅器又會生鏽。就算係最堅硬嘅黃金啊，可能都會因為環境嘅變化而失去原有嘅光澤。我哋舉個最簡單嘅例子啦，啲兵馬俑喺啱啱出土嘅時候，其實係好多色彩嘅，每個兵馬俑嘅面上都會有鮮艷嘅顏料。但係因為當時嘅保護技術呢都仲未夠成熟，呢啲顏料一接觸到空氣呢就快速咁氧化剝落啦，最後就變成咗我哋而家睇到嘅灰黑色。嗱，呢啲都仲係陪葬坑入邊嘅兵馬俑啊，地宮入邊嘅文物就肯定更加嬌貴。如果而家就貿然咁挖掘，咁話唔定就會重蹈明定陵嘅覆轍啊，將呢啲嘅國寶級文物毀喺我哋自己嘅手入邊。咁仲有一個重要嘅原因呢，就係秦始皇陵嘅結構太過複雜。咁根據史料記載，秦始皇陵嘅地宮呢有多重嘅石門嘅，而且可能仲設置咗重重嘅機關。咁雖然而家仲未能夠確定呢啲嘅機關呢係咪能夠發揮到作用，咁但係挖掘嘅過程入邊一旦出現意外，唔單止會損壞皇陵嘅結構啊，仲可能會對啲考古人員造成危險嘅傷害。而更加關鍵嘅係，秦始皇陵嘅封土堆呢高達76米，周長係近2000米。你話咁大嘅一個封土堆，如果強行去挖掘，唔單止工程量好巨大啊，仲可能會導致地宮坍塌。咁到時候就算裏面有再多個寶貝啊，亦都會埋咗喺地底，再亦都冇辦法重見天日。嗱，睇到呢度，可能就會有人問啦：喺外國唔係有好多皇陵都有挖掘嘅咩？就譬如咩埃及金字塔，人哋唔係挖得好好地咩？嗱，話俾你聽，其實呢就真係唔一樣。國外有好多嘅陵墓結構，相對其實係比較簡單嘅。而且文物嘅材質大部分都係石頭或者金屬，亦都相對係容易保存。但係中國帝王陵墓入邊嗰啲文物呢，可能種類係複雜好多啦。有好多嗰啲易腐爛嘅咩絲織品、竹簡、書畫等等嘅有機物呢，係佔咗絕大多數嘅比例。呢啲文物嘅保護難度呢，可以講係相當大。稍微有一啲嘅疏忽呢，就會造成不可挽回嘅損失啦。而且國外嗰啲考古理念呢，同中國亦都有啲唔一樣。中國更關注嘅就係保護為主，搶救第一，而唔係為咗追求入邊嘅寶貝同埋文物去主動咁挖掘。咁仲有一個大家可能忽略咗嘅點啊，咁就係秦始皇陵嘅歷史價值唔單單在於裏面嘅文物，更加在於佢嘅完整性。咁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統一王朝嘅帝王陵，秦始皇陵嘅布局結構、陪葬制度都反映咗秦代嘅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等各方面嘅情況，係研究秦代歷史嘅活化石。如果我哋而家就去挖秦始皇陵，咁雖然呢可能會得到裏邊嘅文物，但係亦都會破壞陵墓嘅原始結構同埋布局。好多嘅歷史信息可能會因為咁樣而丟失。而保持陵墓嘅完整性，留俾後代更先進嘅技術同埋更科學嘅保護理念。咁呢，先能夠令到秦始皇陵嘅價值得到咗最大程度嘅體現。而家喺網上其實有好多人喺度講，唔挖秦始皇陵嘅原因就係因為技術唔得。其實呢種講法呢，亦都係太片面啦。
中國現階段嘅技術挖開秦始皇陵呢係絕對冇問題嘅。但係問題就係挖開之後，佢哋能唔能夠保護好裏面嘅文物，又能唔能夠唔破壞皇陵嘅原始結構，又可唔可以令到呢啲國家級嘅文物真正咁為我哋所用，為後代所用？答案呢就係唔得嘅，至少而家唔得。考古係唔係盜墓啊？唔係為咗搶奪裏面嘅寶貝，而係為咗保護歷史同埋研究歷史。秦始皇陵作為中華民族嘅文化瑰寶，佢嘅價值呢唔單止在於裏面嘅金銀珠寶，更在於佢所承載嘅歷史記憶同埋文化內涵。我哋唔能夠因為一時嘅好奇同埋衝動就去破壞呢一份珍貴嘅遺產嘅，而係要將佢完好咁保留俾後代，等擁有更先進嘅技術、更科學嘅理念嘅時候，再去挖開佢神秘嘅面紗。我上面講咗咁多，可能大家都已經估到真正嘅答案啦。秦始皇陵之所以唔敢挖，絕對唔係因為技術唔得，而係因為我哋嘅保存理念唔同咗。從過去嘅重挖掘輕保護，到而家嘅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呢度嘅背後就係我哋對歷史嘅敬畏，對文化嘅尊重，對後代嘅負責。寧願等佢繼續咁沉睡喺地下，亦都唔願意因為我哋嘅魯莽，令到呢一份珍貴嘅遺產遭受到破壞。其實歷史留俾我哋嘅唔單止係文物，更加就係一種傳承同埋責任啦。秦始皇陵嘅神秘係吸引咗一代又一代嘅人去探索同埋研究。但係呢種探索就必須要建立喺保護嘅基礎上邊，只有咁樣，我哋先能夠令到更多嘅歷史遺產得以保存，亦都令到我哋嘅後代能夠感受到中華文明嘅博大精深。最後都仲係嗰一句，對待歷史文化遺產，我哋要有足夠嘅耐心同埋敬畏之心。有啲嘅真相呢，唔一定非要急於去揭開佢嘅。有時候保持一份神秘，亦都係對歷史嘅一種尊重。而秦始皇陵嘅神秘呢，亦都正係佢魅力嘅所在。佢令到我哋對過去係充滿咗想象，對未來亦都充滿咗期待。相信喺不久嘅將來，當我哋擁有更先進嘅技術、更科學嘅理念，一定呢就能夠喺唔破壞佢嘅前提底下，揭開佢所有嘅秘密嘅，令到呢一份沉睡咗2000幾年嘅文化瑰寶，真正咁綻放出佢嘅光彩。好啦，呢期嘅節目呢，我就分享到呢度，記得點讚加訂閱，我哋下期再見，拜拜。